嗱，上一集咧就攞咗一隻入門級嘅瑞士陀錶司馬嘅陀錶出嚟同大家分享啦。今次就攞隻勁啲嘅，就係呢隻嘅美國頂級嘅伊利諾伊 Illinois 嘅陀錶。咁或者司馬講多兩句咧，就係司馬其實都俾人一個高級嘅印象嘅，但係佢呢個印象咧係佢嚟到香港之後賣咗俾時間廊之後咧，先至開始形成嘅。咁啊，因為時間廊將佢包裝成一個佢自己集團旗下比較高級嘅品牌，即係例如鐵達時就係一個入門級嘅品牌啦，但係司馬就係一個高級過鐵達時嘅品牌啊。咁但係事實上嘅司馬係咪真係高級呢？喺佢未賣俾香港之前呢，就絕對唔係啲咩高級嘅品牌啊。咁就因為你話佢低級又唔係，但係佢只不過係一個比較中等檔次嘅品牌啊。主要都係以實用為主，商務為主啊。咁就佢如果講個級數咧，同浪琴同 Omega 咧係冇得比嘅。雖然佢規模比得上間廠嘅規模，比得上浪琴同 Omega， 但係級數係比唔上嘅。咁啊，呢個係幾有趣啊！即係就係時間廊買咗一個中等檔次嘅品牌，然之後去到香港咧就嘗試將佢包裝成一個高級嘅品牌去賣翻出去嘅。咁所以某程度上係水鬼升都成王啦，但係當然最後都係唔係好做得住啦。睇個款就咁，就講翻呢隻伊利諾伊嘅陀錶啦。嗱，咁就好多古董錶嘅品牌咧，就係因為佢已經喺歷史上消失咗嘅關係咧，所以對於初接觸古董錶嘅朋友嚟講咧，就會比較陌生嘅，聽起上嚟。咁啊，當然呢個品牌而家已經冇咗好多年啦，咁就好多人可能都冇乜點聽過啊。但係如果有玩開古董錶或者特別係古董陀錶嘅咧，即係呢個品牌唔會唔識嘅。即係正如 Wolfram 或者 Elgin 呢啲品牌咧，即係如雷貫耳咧，就冇可能唔識嘅。咁就當然以前古董錶嘅品牌咧，真係多到數唔晒啊！淨係陀錶都多到數唔晒，都唔好講埋手錶啦。咁但係就主要嘅就來來去去都係嗰幾個噏得出嘅。嗱，如果美國陀錶嚟講咧，Wolfram、Elgin。當然大家好熟悉嘅 Hamilton 啦嚇，即係唔玩錶都可能識 Hamilton 啦。波啦嚇，咁咧應該都係比較熟悉㗎啦。呢啲都係一啲叫大嘅美國古董錶品牌啦。咁當然仲有一個就係我手上嘅呢個伊利諾伊啦，當年亦都係一個好主要嘅品牌。伊利諾伊咧同 Wolfram 同 Elgin 同 Hamilton 係有一個根本上嘅路線嘅分別嘅。嗱，Wolfram 同 Hamilton 呢類嘅品牌咧，佢哋係嘗試走一個中高級嘅路線。Illinois 咧，佢係嘗試走最高級路線嘅，所以個級數係高半級。咁但係咧，最後咧，你就會發覺咧，所有品牌咧做得最長、做得最好嘅咧，其實就係中高級嘅路線嘅，即係個 market 最大啊嘛。正如你今日你勞力士 Omega 都係走一個叫中高級嘅路線咧，都係佢能夠 capture 嘅 market share 係比較多嘅。咁當然加埋佢自己廣告嘅成功啊，諸如此類啦。或者就算你 Grand Seiko 其實都係嘗試走中高級路線嘅，咁佢亦都係可以賣得比較多嘅錶啊。反而咧，你去到最高級咧，咁其實你賣嘅錶嘅數目咧，其實就唔多嘅。雖然你每一隻錶可以賣到好貴，但係個數目少啊。咁其實 Illinois 都係一樣嘅。點解佢好快就競爭唔到落去咧？就係因為佢始終係想走一個最高級嘅路線咧，變咗佢嘅做唔長嘅。咁簡單講佢歷史啦，1870年係創立啦。咁佢創立嗰時咧就叫 Springfield， 即係呢個春田啊。咁就但係好快咧，過幾年之後咧，因為公司重組咧，就轉咗而家呢個名啊，就叫做伊利諾伊。咁一直去到呢個1927、28，即係1920年代末嘅時候咧，就因為創辦人Jacob Bunn 過身咧，而索性咧就將成盤生意賣咗俾 Hamilton， 因為 Illinois 最後係俾 Hamilton 收購咗嘅。咁呢個 Jacob Bunn 咧就係亦都係
佢呢個錶嘅系列嘅命名，以佢命名啊，就叫 Bund Special， 就係 Illinois 最高級嘅機芯。咁我拆開個機芯俾大家睇啦嚇，因為玩陀錶咧，最緊要都係玩個面同埋玩個機芯嘅啫嚇。機芯係最過癮嘅，因為咧你手錶嘅機芯咧，就算你做得幾靚都好咧，始終嘅 size 太細咧，你睇唔清楚好多嘢啊！你唔通真係下下攞個放大鏡去睇咩？但係陀錶因為佢夠大咧，所以你喺個觀賞嘅角度嚟講咧，就我覺得比較適中啊！你就咁用肉眼都可以睇到佢嗰個美感啊！嗱，呢隻咧就係美國陀錶之中咧其中一隻最高級嘅機芯啦，即係唔單止係佢自己伊利諾伊最高級嘅機芯，亦都係美國陀錶歷史上其中一個最高級嘅機芯，就係 Bund Special 系列。就係你見到呢度咧，就用一個潦草刻咗個 Bund Special 喺度啦。嗱，呢個夾板好多字啊，你見到，即係我逐個字講都可能有排講嘅，但係我嘗試講快啲啦嚇。下邊 Illinois Watch Springfield。咁你大家見到啦，呢度唔使解釋啦，好明顯就係 Springfield 就係佢個發源地啦。下段佢嘅名系列嘅名60 hours， 60小時鏈。嗱，今日聽起上嚟60小時鏈好似好弱雞咁啦，但係當時嚟講就不得了噶啦，因為當時嘅錶咧，大部分都唔會超過48小時嘅啲鏈嚇，即係2日到嘅啫嚇，去到60已經差不多3日噶啦嚇。咁跟住咧，你就睇到啦，呢個機芯 number 啦嚇，每一個機芯都有獨立嘅編號嘅嚇，呢個係比較高級嘅陀錶先至會有咯。跟住你見到呢度咧寫住 Motor Barrel， 其實就係講緊嗰個啤領啊。嗱，呢個 Motor Barrel 係咩意思咧？就係佢上鏈嗰個位咧，其實就係如果你想知條鏈喺邊度咧，通常就係最大嗰個齒輪，就係嗰個上鏈嗰個位，條鏈就收埋喺呢度裏邊嘅。咁咩叫 Motor Barrel？ 其實就係佢係一個有專利咗嘅設計嚟嘅，就係嗱，你或者想象下啦，好似一個車轆中間有條車軸嚇。一般嚟講咧，就係咁車軸自己轉嘅啫嚇，嗰條鏈嗰個位。但係如果凡係有 Motor Barrel 咧，即係話佢個軸嗰度咧係套咗一個啤領喺度嘅。咁個好處係咩咧？就係佢個啤領同個軸之間咧，就會有一啲潤滑油，可以儲存咗一啲潤滑油，咁就令到嗰條軸心轉嗰時咧，就減少個磨損啊。咁呢個喺當年嚟講咧。當年係幾時咧？可以睇翻個底蓋。呢個底蓋咧好得意嘅，刻咗應該係第一手嘅主人啦。呢個錶1928年嘅一個 Albright 嘅先生啦，應該係唔知先生係小姐，但係估應該係先生啦。就係1920幾年嗰時咧，一個專利嘅設計，就係一個新嘅設計啊。咁呢個 Motor Barrel 呢個啤領咧，就係可以保護到嗰個專軸。可以確保嗰啲潤滑油咧就唔會漏咗去啦，同埋減少嗰個損耗嘅。21石啦嚇，咁呢個凡係15石或即係15石之上嘅都可以叫做一個比較高階嘅陀錶啦。Adjust tamped at and 6 positions，OK，咁呢個就解釋下呢個咩嚟嘅 ？Adjust tamped。第一件事或者解咗 temp 先 ，temp 比較容易啲解啊。temp 其實就係 temperature 咁解，即係溫度啊。嗱，即係高級嘅陀錶咧，佢一定係經過好多嘅測試先至會出廠嘅。咁因為佢要確定咧，佢嗰個時間嘅誤差喺唔同嘅情況之下係可以少於30秒，係30秒啊，講緊係。點解要咁精準咧？當然就係因為佢咧需要滿足佢係一個鐵路陀錶嘅規定啦，係可以用於鐵路計時嘅呢隻錶，所以必須要個誤差係要30秒之內嘅啊。咁但係咧，大家都知道機械錶咧喺唔同嘅狀態之下咧就會有唔同嘅誤差嘅。
例如你個溫度凍啲或者熱啲咧，亦都可以有一啲嘅影響嘅。呢個 temp 嘅意思咧，即係話佢係曾經喺唔同嘅溫度之下測試過呢隻錶或者呢個機芯啦，咁就先至出廠嘅。咁啊，確保咧喺唔同嘅溫度之下咧都可以大概保持到30秒誤差之內。Six positions 嘅意思咧，即係話佢喺6個方位度曾經測試過呢隻錶，然之後咧就發覺佢都係可以保持喺30秒之內嘅誤差嘅。咁6個方位係咩咧？其實好簡單嘅啫。第一個就係當然係正面啦，就咁即係就正面就咁擺喺度啦，擺喺張台度啦嚇，咁啊測試啦。第二個反轉擺喺度測試，第三個咁樣倒轉嘅測試啦，第四個咁樣倒轉嘅測試啦，同埋咁樣亦都係咁樣啦嚇，咁就6個 position 叫做。仲有一樣嘢比較可以睇得出嘅一個高級陀錶咧，就係佢嗰個寶石啊，寶石鑲咗金圈啦。咁就如果你睇翻例如 Wolfram 嗰啲錶咧，未必有鑲金圈嘅寶石係嚇。咁啊，當然鵝頸微調啦，同埋佢呢個只有伊利諾伊先至有嘅打磨啦。嗱，呢隻打磨咧係相當之獨特嘅呢隻挑花。我移近啲俾大家欣賞下，就係一個貝殼形嘅機雕紋。咁因為咧，你會發覺咧呢個瑞士嘅陀錶咧，佢機雕紋咧其實來來去去其實主要都係日內瓦波紋嘅啫，咁就唔會話有啲咩奇特嘅花紋嘅。但係美國陀錶好玩嘅地方咧，就係佢每一個牌子咧都會有佢自己招牌嘅機雕紋嘅。即係例如我之前介紹過嘅嗰隻波咧，就係用一個圓圈嘅機雕紋啦，咁就可能配合翻佢作為呢個波嘅品牌嘅形象啦。咁另外例如 Wolfram 啦，就係有呢個打格仔嘅花紋啦，或者叫個雕花嘅花紋啦嚇。咁就每個牌子其實都會有佢自己招牌嘅花紋嘅。咁伊利諾伊咧，呢個就係佢最招牌嘅花紋啦，就係呢個貝殼紋啊。咁如果你想玩呢隻花紋嘅話，咁就一定要唔可以錯過呢隻牌子啦。呢個伊利諾伊啊。咁啊，最後咧可以再上個鏈俾大家睇啦，等隻錶行下啦。好啦，咁隻錶行緊嘅嚟噶。咁仲有一樣咧，我以前都講過噶啦，就係因為佢一隻鐵路陀錶嘅關係咧，所以佢校時間咧係有一個特色嘅，就唔係話淨係就咁掹粒的出嚟校時間嘅。就係你要拆開呢個蓋咧，咁你要見到咧呢個位一點位呢度咧就有條杆嘅，咁你要好細杆啊，你將佢拉出嚟咧，你將佢剔咗出嚟之後咧，你用手指尾先剔到出嚟啊，先至可以校到個時間嘅。拍翻入去咧就點校唔到咧，拍翻入去就上鏈嘅，剔出嚟校時間啊，就係咁樣。買陀錶都係啦，最緊要就係個面唔好裂，唔好太污糟啦，唔好花啦吓，最個面就夠靚。咁呢隻咧就係一隻原裝面、原裝機芯、原裝殼，即係所有嘢都原裝嘅。因為我玩古董錶咧，始終都中意做原裝法師嘅。咁就點樣可以睇到佢係原裝咧？你見到呢度上邊咧係寫住 Bund Special 嘅。咁但係咧原裝殼咧都會有個壞處咧，就係通常佢都係10K 包金嘅啫，咁就唔會原裝殼唔會話好個含金量唔會好高嘅，咁所以有時以前啲人咧想用一個靚啲嘅殼咧，想14K 或者18K 咧，佢通常會自己配個殼嘅，
咁就因為唔原裝嘅殼咧，反而可能係個含金量係會仲更加高嘅。咁今日就講到呢度先啦。伊利諾伊美國頂級嘅陀錶，鐵路陀錶啊，希望大家中意，下次再攞啲其他嘅古董錶出嚟同大家分享。拜拜。